台语黑爸班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小嘎。各位来，阿狗出任务，叫你来摕100万。欢迎阿狗来第二组来宾，是欢迎阮的行家。头家，你拢在讲啥？我拢讲好来，咱即摆酒你台语。来，谢你，大来，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阮这组的队长啦。来，这吼囡仔若看到伊，足欢喜的啦，足欢喜的。嘿，金蕉哥哥，是金蕉哥哥今日要带伊的队友来，是而且因有一个新的节目，好嘿，伫咱这台语台的，嘿，甲囡仔带一只阿狗，嘿，去外厝啊景是毋是？出外景介绍职业，哦，阿带阿狗出去介绍职业无？有看到阿狗出任务。哦4月17日时阵下晡5点半，伫个公司台语台1月17。听讲咱即马金蕉哥哥是金蕉爸爸。金蕉爸爸，嘿呀，哦，生一个囝，哦，足忝的。哎呦，有闲好无？有闲好你袂当讲你忝，你边仔迄人拢无讲话，你先无讲忝，是来甲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对，这个边仔是阮水某的，我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蕉的朋友草鱼。好来，佮介绍落去好唔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强，我是金蕉阿草毋过阿狗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建英，我是金蕉草鱼阿强个阿狗的好朋友。哇！是你平时出任务对无？对啊嘿，恁做的是去世界看。嘿好，阮这边唔拿世界看，阮搁爱世界听。哦，欢迎阮的队长行下来为来这叶家。我是行下来为主持人王一家。咱的节目伫咧每礼拜到拜五下晡1点50分，伫咧公司台语台。哦，咱公司台语台即马做足侪种节目，真好。行下来会行下来真侪物件，足好足趣味的。我足介意这个咱今仔日节目。嘛有带足侪师傅来。来，师傅来啊！对对来介绍师傅者，来师傅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宝新茶叶行的头家杨贵阳。是欢迎你呢，好，来个啥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行下来的台语老师洪进。哦，行下来的老师哦，对啊是，但是阮嘛有老师诶，哦，再介绍阮老师互恁熟悉。是欢迎恁的老师是，欢迎老师。好，来个啥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云林县岛南镇新港社区理事长陈聪明。好，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哦。欢迎阮的国文老师王秀荣，王老师破奖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阿狗带咱捌8工，行下来带咱变内行。真好，大家拢知影讲哦，咱咧为着100万嘛。对啊，这个有100万。真正有100万呢。是。你要看这无？各位，来，开了。真正你内底真正你来收掉的。包括个100万。 100万哦，通啊做足侪代志。是的。嘿，所以讲咱今日一定要加油，把咱的实力提出来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见一面。好，来这回合美秀一个答案。阿雄，我冇一个答案。来分数咧，咱这回合啊，拢总吼有3题，6个答案。3题你若是选到上最才得到6000块。哦，先甲6000块摕起来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
好，咱食猪肉定定会食到覆盆子，请问覆盆子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是美秀这边是羊翅泡，牛气是泡，伊就甲咱的草莓同款，好，有另外一种的讲法，啊，另外一种的鸭，呀，有鸭生的嘿，鸭生的翅泡，是所以讲伊这就甲生做甲翅泡是有足共的，有行有行啊有行，是外来嘛，对对对对。嘿，所以我这边的答案是羊翅泡。哦，牛气泡啊！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红无啊，红无唔嘛，红无唔嘛，较嘿想也有成。亲像一顶帽啊，有拢一空会使落去头壳顶。碰西无啊？对啊对啊，啊伊是对对对梅嘛，就是唔嘛，是。嘿，红无唔嘛。哦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一遍。哎，来，这边有甲风险分开。对，啊，不过这跳边就是讲我的羊翅泡。印象是你，应该是你啊，因为这应该是外口来的物件。是外口来的那是红毛啊，应该细汉应该有听过啊。啊，外口来应该较无听过。聪明兄，咱先讲一下，你是安那讲是红无梅啊？我想讲气泡吼，咱一个原生的植物，有一种叫做气泡，啊，种顶头小块有安尼，那刺安尼尖尖，嘿，我是讲看嘿软软的，我看这无迄种尖尖的刺，我想讲，搁生咱无啊吼，嘿啊，无啊，咱好对哦。是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羊翅泡。好来，分数先。恭喜得了2000啦！啊，那咱这边的咧。恭喜得了1000。哎，袂歹，风险甲分开到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迄个拄则美秀姐啊，伊讲了足好的，就是气泡咱草莓啦、气泡啦，吼，拢是咧讲即个莓类的嘛，吼。啊，因为伊生养入来，啊，毋过是安怎伊会叫做覆盆子？嘿，其实伊甲碰色无啊，迄无关系，伊是甲热岛啊有关系。古早咧放热的地方叫咧放热岛，所以伊就是中一空安尼。嘿，啊，因为伊这会当做药材吼，啊，佮有足侪人你会当顾目睭啊，啊关节炎啊，拢会当用，所以是真营养的一寡羊翅泡这款迄个成分，嘿，所以是羊翅泡。嘿，咱个学着啊！学着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晚促销第二题过来哦。加油加油，促销！来这边，来哟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查某号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查某号。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有日头煞落雨。嘿，咱有当时啊吼开车的时阵会看，咱这边哪会落雨？对。啊，咱迄边看，迄边就较好天气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就咱这边天气咧早热干呢，迄边乌阴天啊呢，哦，就是表示讲迄边伫落雨。迄就形容讲咱查某人的心情有当时啊，哎呦，咱笑个真欢喜，咱我搞个就欢喜。哎，对，迄心情啦，嘿，形容一个查某人的心情啦，情绪啊，起起落落啊，南面好，南面歹安尼啦，嘿，所以我的答案是有日头煞落雨。啊，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查某人欢喜甲哭出来。哦，为什么咧？落雨呢？因为你要想啊，查某雨，所以代表这个查某人吼，就是因为某一种关系，可能伤欢喜，吼，可能就是一直笑，伊是欢喜的，但是目屎一直流出来，对。啊，你足感动的呢。啊，这就是亲像查某人，有人时啊，咱会讲哦，查某人的心就是遮软啦，欢喜过头啦。会记得无？有一条老歌，内底歌词讲，为什么查暗伊会流目屎？因为天气嘛知影，伊嘛知影，我嘛知影，大概是欢喜过头啦。嘿，就是安尼。你讲我阿姊我欢喜的有啊有啊，阿姊唔捌哭。对吧？歌词都安尼写啊。对，歌词都安尼写，对。不过歹势咧，我是有日头煞落雨呢。我是查某人欢喜个哭出来啊。好，来讲一下生笑啦。好，选择是恁两队哦。来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是安怎咧？咁无人要爽我对啊，
你做应干呢，嘛是无人要选你啊，咧。歌词写到遮对了哦。嘿啊哦，好来问看因好好，好看因啥人不爱选你的歌词。好来，咱先小强教教。因为就像有当时查某的心情共款啦，就是你看伊敢出力，啊，毋过伊煞咧落雨，是。你无爱多想讲伊即摆咧想啥。哎呦，就是看无啦，女人心海底针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嘿。好来，咱草莓。我嘛是感觉查某心海底针嘛，看不出来。啊，一下日头，一下落雨。好来，另外一堆咧，聪明哥哥迄边的咧。其实我捌做甲文学老师迄条歌，啊，毋过，就是讲较早的人观念较无遐好，所以讲就是讲较早因就感觉讲查某人可能的心情连咪好天连咪落雨，叫做查某雨。好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有日头煞落雨。嘿，拢正高来分数。由于这边得了2000。嘿，啊那咱行嘞，嘛是得了2000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一般咱都有其他的名称吼，就是华语叫做太阳雨啦，吼，还是阴阳雨。啊，咱台语是叫做三八雨，也是讲雨北安尼吼，啊，佮有较迄个较专业的讲小查某雨，啊，因为这。通常是迄个风台来的是，因为伊边仔云安尼架吼，所以有当下看到日头，有当下迄个天顶有云就落雨安尼，所以咱感觉小小安尼，啊，就那像查某人的情绪，所以较容易有变化，所以答案是有日头，毋过佮落雨，安尼我都用袂清楚讲到底伊的心情是安怎。来，上尾一条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12月洗烫的是啥物意思？哦，12月洗烫，美秀这边是讲人真衰尾。哦哟，你甲看哦，12月洗烫，12月1月到12月是上尾啊，虽然是寒啦，对。不过你知影迄种1月吞到12月，迄洗烫外臭，你即马若甲讲破了。哇！迄一个味出来，啊，毋是足衰尾，哎呦，我来去佫会去打着啊，佫去喷着，真正有足衰尾啦。唔通。所以我的答案是讲人真衰尾。是啊，上我的答案叫做形容人拼死命咧做代志。做洗烫？嘿，毋是做洗烫，因为洗烫爱清嘛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负责清洗烫的，11月、正月你就清，2月你嘛清，3月你嘛清，一直清到11月，上尾啊1个月啊。你嘛是足认命的，足认份的，甲这个月12月的洗烫嘛甲清掉。啊，这人足拼的。对，代表伊规年烫天拢足坚持，足拼的。这嘛有一种洗烫嘛有一种鼓励意思。就因为咱去看卖，洗毋是干那歹厝哦，咱台湾人讲打着狗屎，或者打着黄金，是毋是？嘿。好，来看两队恁家己的选择哦，来。头拄阮讨论是讲12月爱清顿啊，含咱做学生的时阵清便所的迄个人讲做衰共款意思。这我就较认同上哥讲的，对，伊讲逐个月拢爱拼，无人肯12个月才要拼洗烫啊。对啊，每年拼甲年尾安尼。嘿，足拼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自讲嘛有道理。真辛苦的人啊。12个月拢无拼，你看迄洗烫偌大卡。嘿啊。12月洗烫是形容人拼死命做代志，也是讲人真衰尾咧。好，来看两队恁家己的选择哦，来。必须阿雄眼睛边。是我来问一下咱的研究，你感觉你选的是我？对啊，因为讲到洗，就会想到衰啊，达到洗安那衰，啊，搁12月，迄若洗烫，上尾1个月，佫是洗烫，一定足满的啊，毋就足衰到上后尾。哦，无这我就甲迄上哥较认同上哥讲的，对，我感觉上哥拄啊讲，伊讲逐个月拢爱拼，无人肯12个月才要拼洗烫啊。对啊，所以逐个月拢拼，拼到12月嘛是过来拼一个，表示这个人为年拼到年尾安尼，为年头拼到年尾，这样足
嘿，足拼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自讲嘛有道理。真辛苦的人啊。12个月拢无病，你看迄西汤偌大卡。嘿啊。已经阮唔捌倒位去啊啦。是好，啊，毋过若这边的拢是选我的，你的感觉是足水尾吼。头拄阮讨论是讲12月爱清炖啊，啊到清炖的负责清含咱做学生的时阵清便所的迄个人，讲做水同款意思。来，老师，借问12月西汤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形容人拼性命做代志。哦，这有种鼓励意思啦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这边得了1000。好，来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大家拢就有想象力的。不过咱以前吼，就是拢是西学啊，唔是像即马买汤试的，怎啊无去安尼吼。啊，即个西学啊，拢是欠一冬，伊唔是逐个月拼，是欠一冬啊。实在是年底要清炖了后要过年啊，所以伊就是全部拼出来，把遐个菜拢拼出来。好啊，所以咱叫做真拼，是一个日克拉话。啊，伊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讲你会当这一项代志我就拍拼去做，所以我就是真拼就对啊。我12月洗汤真拼，啊，另外嘛是会当讲我甲这个物件吼，就是全部拢拼拼互你安尼啦吼。啊，不过这个拼是拼命的拼，啊，咱若拼迄洗肉是有另外一个挑手柄，啊个冰冻迄个冰，嘿，所以字无共，不过音共款，嘿，啊，总共一句就是大家囡仔嘛爱开力真拼。拼100万哦，谢谢老师，哎，真好，能够了解到啊，有当时嘛，通啊，甲囡仔吼解释这代志，我感觉不哩趣味。好来，今日看分数，看阮这边少的即嘛5000。哎，啊来，咱这边的行的咧，嘛有3000哦。哦，今日的第2位啊，下港佚佗人。港佚佗啦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去倒位轻松。时间两位报告一个，吼，咱只回合会用镜头为半空中带恁来去看风景。有当时啊看台湾，有当时啊看外岛，甚至看外国哦。哦，啊，你看有分数无？是，咱这回合嘛，拢总4题，一题3000，上最会使趁12000，加油！哦，咱今日12000个踏起嚟哦，加油加油！哦，吼，分数愈悬是愈好哦。好，咱不过咱今嘛公路就是今日甲钱摕落来。无错无错。好，来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呢，要带恁来去看一个外国的国家。这个国家2个字，啊，国家鸟，国家哦2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哎呦，哦，真足看哦，嘿，看到，哇，这伊看到，看到我面，紧张，嘿，你的好朋友是这边先对吧？这边，到这边，嘿，来，是来，金州哥哥，你感觉是倒一个国家？你敢知影这是阮某上爱食的第一个国家？泰国。嘿，泰国。哎呦，真正哦。嘿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泰国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厉害，差几输了啦！终于得了3000咯。因为这是某上爱食，迄个这个物件，迄个国家的是好来，咱继续先看落去。这算这个国家的甜路啦，就得标诶。点心。哦，哇！哦，这一定爱去的啦。哇！啊，这嘛一定爱厉害啦。这个泰国吼，伊的地图就那墙的头同款，啊，所以因遮墙对因来讲是足重要的吼。啊，咱另外这个泰国伊古早的名叫做暹罗。好，所以咱这个部分因金州当然是热带地区，所以足有名的。啊，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你咧写泰人的时、英语的时，爱会记得用泰罗来去思考，有 TH，所以迄个泰咱来 THAILAND， 嘿，所以这个部分来注意一下。好，等下。不要紧，咱这边3000，咱这边8000。加油！哎呦，咱今日搁加油的哦，吼。好来，咱换人，
好，来，咱即马先来去摕奖金再讲。有影。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抓来这影片咧，要带恁来去美国看一间大学。哦，是啊，这个大学咧2个字哦。美国的大学，2个字的大学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这大学真大，很有理啊，读到很有理啊。等下就吹落去。来，哈佛，哈佛，英文啊，讲英文会使啦。哈佛，Yeah, Harvard University。哦，英文吧。英文好，来，咱念一个老师听。好，老师伊的答案是 Harvard University。正确。后来有分数，恭喜你了3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英语就是 Harvard University 哈，啊，台语咱会当甲念做哈佛大学。哈佛。啊，伊是1936年伫殖民时代的创立啊，啊，拄开始唔是叫做 Harvard， 伊是叫做 New College， 就是新学院的意思。所以伫个迄个后来有一个牧师有捐钱，啊，落去起这个所在，所以伊叫做伊名叫做 John Harvard。所以伊的名唔只改做 Harvard University， 啊，伊拢总有出足济161个迄个 Nobel Prize， 就是诺贝尔奖安尼，啊，佮有出8个总统。这样8个总统，其中咱台湾哦，就是马英九总统、赖清德总统拢是 Harvard， 啊，佮有李秀莲副总统嘛是拢 Harvard 的，所以因。这个所在唔呐有足大足好的传统，啊，因有一个足赞世界上赞的图书馆，啊，因伫个迄个2020年是排名世界第1名的大学，所以会当去读遐有一个 H 的哈，足赞的。好，多谢。谢谢老师。哦，袂歹袂歹。哦，那不要讲，咱拢通讲英文咯，老师听。对，啊，台语嘛会使啊。好，不要紧，所以去咱个后2位哦。加油哦！来，紧的哦，来换人。是，来，这2位拢是，那拢做节目来讲是算讲无后的。工程上大的啦，是足看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美国的一个景点，这个景点吼真有名哦，伊伫咧美国，伊拢总1、2、3、4、5个字。哦，美国的景点5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你讲倒位啊？哎呀，来，他嘛不晓念。必须的老师。比佛利山丘山中。哦，较大声来念毛老师听。好，来，老师念毛老师听。来，伊的答案是比佛利山中。会使。哦。来，分数。今日记得3000咯。嘿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伊英语叫做 Beverly Hills。好，伊是伫迄个洛杉矶的西边遐，啊，刷了是因为靠近太平洋花遮，啊，所以伊是迄个，毋是伫咧山顶哦，因为伊的名叫做 Beverly Hills， 毋过伊是伫伊的山骹，好，啊，这是等于是洛杉矶山中城，因为迄内底住足侪有名的人，咱知影阿汤哥 Tom Cruise，啊，佮有即个
唱歌就有名的小甜甜布兰妮，啊，还有什么什么麦丹娜啦，因拢住伫遐。啊，所以遮因为足有名，啊，个足侪好野人咧住，所以其实 Beverly 这个名称，伫个世界各国拢是代表是一种名牌，啊，一种高级的物件安尼。嘿，所以就是 Beverly。哦，原来咱个学到啊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即马6000，哦，冲起来啊哦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问一个建议，你即马几岁？我今年18岁。18岁哦，身份证顶面写18岁哦。18岁。哇，啊你咱的阿教的任务内面做啥？做啥？恁到时阵就知。哦，这有训练过，拢知影讲这你到时就知影啦。嘿，所以讲咱阿教是当时要报。每年正月17。是啊，那咱聪明哥哥是去用访问的嘛，对吧？啊，熟悉好朋友，是毋是？又去访问你嘛？是阮算讲哦，哈来回去阮社区吼，阮社区有一个几百档的布尾仔店，啊，阮有去有来啊拍片，就是要甲阮这个布尾仔店会当介报大家知。对，会当来阮遐看阮这个几百档的布尾仔店。是，我想大家应该听到布尾仔就知讲啊，就是你放上消息迄个人啦，是毋是？布尾仔一般是安尼讲。啊，毋过意思敢有共款？因是布尾仔店咯。哦，因是一个店的哦。店头。是啊，若真正要知影，咱就通看咱公司台语台，嘛是因的节目行啊来话。好，咱先来去佚佗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？是，刷落来咧要报的这个国家吼，是咱的咧欧洲。欧洲，伊是捷克，啊，要问恁的是捷克的首都，伊是倒位3个字？哦，就是个捷克的首都，吼，3个字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哦，你遮紧，18岁尔，嘿，你感觉倒位？布拉格。布拉格。好来，你念无老师听，老师伊的答案是布拉格。不，正确。来，分数先可以。是讲这个3000咯。来，咱继续先看落去哦。好，来继续看落去。哇，你捌去过哦？18岁应该唔捌去过吧？真水真水。哦，水噶，有历史的国家。迄个捷克，这个国家是伫个中欧一个所在，啊，真好运。伊以前呢是无受到战争的影响，所以伊的古城拢有保存起来。啊，伊的古城嘛变做是咱甲伊列做这个世界的文化遗迹。所以迄个古城内底的景点，因为伊的城无大，就是拄啊好，无讲足大嘛，无讲足细，所以去到迄个城内底，你只要用行路的，足侪物件拢会当去亲身感受，啊，佮慢慢啊看。所以伊的迄个就是布拉格，啊，咱德语叫做Prague。啊，毋过咱台语你若甲伊翻译做即个台语是叫做布拉格，好，这是会使的。啊，18岁个会晓读文音，真是厉害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厉害哦。好，来先看分数，先看咱少的，即嘛有14000。啊，来看咱行的咧，嘛有6000哦。好，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来一个问号，8提示，这什么意思嘞？是啊，8提示我先念者，火金菇、喙、师傅、化棍、新明、车、状元、西游记。
这8个提示代表8个无同款的问题。哦，是问题啊，问好咧。问好就代表每一个问题后边金额无同款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，加油哦！哦，好。啊，咱即马吼，咱拢袂当讨论。是。不过咱有一条，唯一敢若有一条，我讲我要救命哦。讨救兵。嘿，讨救兵，他找队友参详。其他会当参详的，就是咱要选倒一个题目的时阵，咱通啊参详。吼，啊，其他咱拢袂当讲话，就敢若一条命尔哦。吼，啊，搁有就是分数较低的人，咱先来选。我问队友，姓名还是师傅？啊无。师傅，师傅哦，师傅，好，好来，咱来看这里，师傅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7000真悬哦，袂少哦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甲做师傅是做什么职业的？是做家具的，还是做半导体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甲做师傅，甲做师傅。哦。啊。行啊来的话，好，哎，我看救命好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，来有救命哦！甲做，甲做应该是小甲，小甲迄个作品迄类的物件，所以讲家具。阮讨论他们都的结果应该是做家具。来，咱听专业的，听专业的哈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做家具的，对，做家具的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做家具的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加去，终于得到7000咯！哦，拼起来，拼起来！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迄个夹吼，就是夹物件用做伙，所以咱定定有夹粉、夹纸，吼啊，所以你咧做装潢也好，还是做伊讲请价、请吉，拢会使，拢是夹做的意思。吼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买当家讲做是制作。好制作，拢是有一款工艺伫内底。啊，迄个做半导体，吼，甲这较现代的较无关系安尼。来啊哦，换你啊哦，金蕉哥哥。要选啥？你上换到这个。你选你介意的。选我介意的，我介意的是你。哎呀，你看，伊介意的是你呀。哎，目镜贴，目镜贴，目镜贴。来啦，先扣2000啦。拍谁啦？哎，少年的算啦。收肉麻，先扣2000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看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安尼，叫迄个金蕉的本名状元好无？状元，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状元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奖金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古早讲考试第1名是状元，啊，第2名是安怎讲呢？高清哦。嘿，那唔知影他救命对啊，好该机会了。来，要救命。救命好。是来。本干。嘿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本干对唔对？古早时的第2名是要安怎讲咧？请问，古早讲考试第1名是状元，啊，第2名是安怎讲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好，高清哦。嘿，那唔知影他救命。对啊，好该机会了。来，要救命。救命好。是。阮伫讨论啊。哦。来。本干。哦。本干。好，伊讲，你讲家己答。本干。嘿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本干对唔对？厉害哦！来分数，终于得到高清咯！哇，搁拼起来，搁拼起来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，就是民间的讲法，因为伊本地这个因一定爱考试出来爱有迄个单嘛，吼。啊，毋过头前迄个状元，其实伊本地叫做壮头，着头名。啊，毋过壮头听起来无好听，弄着头，所以就甲改做迄个元嘛是第1名的意思。啊，然后这个本眼其实是第2名跟第3名拢叫做本眼。
啊，毋过后来分袂清楚，所以就到尾甲第3名叫做探花，状元、本案、探花，因为最后因即几个拢会去参加一个探花宴，所以咱就是第3名，甲叫做探花案的，嘿，这是伊的由来。大较想遐厉害，蹦蹦的蹦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嘛是真厉害哦。好，来继续选。安尼我选画棍。画棍哦，来，咱来看下画棍的奖金有偌济。哇！请我画哦，厉害厉害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人常常用画棍来决定代志，你敢知影庄啊、加刀、石头纸的画棍游戏是对倒一个国家开始的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国家？庄啊、加刀、石头纸。加刀、石头纸。庄啊、加刀、石头纸。3、2，来。啊，真正是唔知影咧。啊，无有一个啊。有日本好啊。日本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。日本对唔对？来，分数，终于得到15000咯！厉害！颠倒赢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是19世纪的时，伫日本因咧算个游戏，啊后来传去到20世纪的时，传去到法国。啊，法国伊这法文我无啥会晓念吼，就是就 Japanese， 头前迄是游戏的意思，后壁迄个 Japanese 是迄个日本的意思，所以是日本游戏。啊，因为传过是因即马出来拢是paper scissors stone， 那像敢若剩加刀、石头纸。啊，毋过其实咱台湾细汉咧耍拢有加一个庄啊，吼，所以就是庄啊、加刀、石头纸，柑仔1斤2块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嘿，所以是为日本的游戏来的。好，多谢。咱还够万字，够一万的哦。西游记。好，西游记，来，咱来看下西游记奖金有偌济？拢遮厉害哦！对啊，足好选的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写动三庄甲苏悟空的《西游记》是大家拢真爱看、真介意的经典。你敢知影这本小说的作者是什么人呢？哦，来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。是啊。系咯，袂使搁看救人咯。熊想袂起来。2、1，请起来。你感觉是什么人呢？西游记，哎呀，熊想袂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佮想袂起来。哎呦，不要紧，2字的无就3字的，你家己感觉搭一个作家是你介意的。对啊，作家我介意的哦。譬如讲摸柑仔咧，外台北来北去的。好啦，伊讲摸柑仔伊咧自清，这是摸柑仔的啦。自清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下，自清对唔对？啊，真可惜。不要紧，无可惜，老师会甲咱解释。来，老师，就是孙悟空《西游记》是吴承恩写的，收到啊吼？吴承恩啊，因为这个齐天大圣就是孙悟空，伊送这个三庄去取经，好，所以就是。做一件功德啦，吼！啊，当然，迄3种人物代表的嘛是人性的3种原型，吼，所以迄小说会当落去探讨。啊，煞落咱即个三庄去取经有一个客家话真好耍，叫做钓猴。三庄去取经，就爱高神啊陪伊去，所以叫做钓猴。哦，毋是得到一只狗啊陪伊去，毋是钓爱狗陪伊去，所以叫做钓猴。钓狗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好来，1万无啊？啊，狗出任务嘛是狗啦，对啊，钓狗。对啊，来，哎，我选喙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喙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嘛真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
请问讲一个人好喙斗是咧讲伊口才真好，还是胃口真好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好喙斗，嘿，你嘛共款袂使救人。你这个人真足好喙斗的，足好喙斗的呢。 3、2、1，好来，好喙斗，嘿，口才真好，口才真好，胃口真好，胃口真好，多一个，胃口真好。好来，胃口真好，对唔对？哎，哦，厉害！来分数，有一点落清咯，哇！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喙斗，因为斗就是一个会当装物件的形啊吼，所以就是表示这个喙啊，就是吸什么入去拢会使。啊，毋过伊的相对就是歹喙斗，就是会惊食。啊，惊食，毋过伊歹喙斗，佮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这个人讲话就歹喙斗的，就是拢无啥物讲好话，吼，就是喙足歹的吼。啊，若讲口才好，咱一般来讲会讲伊喙水好。 也是讲伊足够练喙花，嘿，所以这个所在是无共的。来继续哦，加油加油！来哦，金蕉哥哥。哎呀，我你压力要分啥？啊，个有万里的啊，拢袂使。系啊，拢会使。花金菇来食饭。花金菇。好来，咱来看下花金菇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足悬的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，若想要伫咧秋冬的时节去欣赏花金菇，会当去日月潭还是阿里山呢？是来10秒的时间，嘿。日月潭还是阿里山？50%的机会成功。50%。3、2，哦。来，是日月潭还是阿里山？阿里山好啊，有山。 较水啊！日月潭游客伤济，应该水无清气。好巧哦，有道理。哎，这分析敢若袂歹吼。阿玲，阿里山好，阿里山好来，咱来看者阿里山对唔对？来，分数，恭喜你了万里哦！哇，厉害！哇，好，一般真正因需要水，不过因更加需要草啊，日时也是会当米，所以有山啊，佮有足清气的水的所在上适合伊。啊，这个一般来讲，这个花金菇也是花金青，伊差不多是春天开始嘛，吼。啊，不过阿里山这个所在无共品种，一直到12月、3月，就是规年通天拢会当看到，所以是真特别的所在，阿里山。 真赞，好来，起码剩2题啊！哦，起码个变盘呢，差2000年，哎呦！来，到是行，咱有迄个有奥多拜，有车好啊，车我有可能袂晓。哇，不要紧，安紧车好，车哈，好来，咱来看下车的奖金偌济。 3000，袂歹哦。赢过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，奥多拜有分做文车甲武车，你敢知影爱换起来重型机车是倒一种呢？哦，来10秒的时间，有文的甲武的，还是武车50%会成功？嘿，你爱安尼想？文车还是武车？是4、3、2，哦，是文的还是武的？重型机车，重型机车，重型机车爱换起啊！ 是文车还是武车？哎我经武车，武车，武车，好，好，咱来看下武车对唔对？我哦，来分数，恭喜你了3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 好，先解释啥那叫做换起啊啦，伊其实就是 gear，G-E-A-R， 迄字啊，伊就是迄个起链的意思。吼，啊，咱一般来讲，有诶讲换起啊、换椅啊，拢有。啊，也是讲你要较现代化的讲法，拍速、换挡，拢会当讲。吼，啊，一般来讲，这就是以前用骹落去换挡的安尼吼，就是换起啊。
咱叫伊母车，无像进油门吹了电动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刺激！啊好，起码一个3万6，一个3万5，搁差1000尔。嘿，啊，即马出来，咱内面有偌济？唔知咧，上尾一个，我上尾无咧记。一个哦，好，来哦，咱来看一个，新名的奖金有偌济？白手都是一千，白手啊吗？有综艺之神啊！来，综艺之神咧好，看。不要紧，先行贴出来。加油！出题。请问咱定定咧画天公伯啊，你敢知伊是倒一尊神明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天公伯啊。天公伯啊，天公伯啊，不做。 5、4、3、2，下去嘞！这叫困难呢。嘿，天公伯啊，系啊，就是不做。不做。天公伯啊，应该是不做啦。不做哈。后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不做对唔对？啊，不要紧。就是天公伯啊嘛，啊，就头前迄2字啊，天公。 对啊，咱就是有当时较亲切，咱就叫天公伯啊、天公祖，啊，搁较文雅因的迄个宗教用语会叫做玉皇大天尊，好啊嘛是天公的意思。管道教上大的一个神，所以伫正月初9第一个吉祥的生日。啊，毋过要甲大家解说的是，其实原本是无任何名称的，伊就是有当时啊，直接立一个迄个牌啊，啊顶管写上苍安尼，啊毋过后来就是要叫这个名啊，所以大家就较关系安尼较好记得，啊搁较。大家去庙里拜拜的时，伊本地无形状的时，伊就是一个路伫遐。向外口的头一个路，就是天公路。对。啊，后来佫有人发明足侪奇奇怪怪的名，毋过拢是崇拜的意思。来，看分数啊！盖刺激。哦，来看阮的小价。今嘛35000。啊，那咱行价咧？36000。哦。 差在1000哦，大家好，记咱的7秒1000斤。来7秒1000斤，大家动脑筋。来，咱今麦奖金，咱今麦奖金是36000。耶！36秒，是哩。你给我加落去无？好，搁加30秒，变66秒，好吗？66秒，咱这个回合有几题？拢中3题。第一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哦，来今麦66秒。 车开始哦，国术馆的职业是啥物？哦，18般武艺，安尼应该知影吧？来讲啊！敲棍，唔是3个字，金圆棍，唔是来什么馆？啊，过来国术馆，国术馆的什么职业？棍头馆，棍头馆，国术馆就棍头馆来个。36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 第一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哦，来今麦66秒，车开始。第一个提示，伊是一项的职业。哦，什么职业3个字？过来一代传一代职业。传一代。哦哟哟。哦，国术馆的职业是啥物？哦，18般武艺，安尼应该知影吧？讲啊！敲棍，唔是3个字，金圆棍，唔是。来什么馆？啊，过来国术馆，国术馆的什么职业？棍头馆。啊，棍头馆，国术馆的棍头馆来个，什么？敲棍的，唔是。敲鼓赛，唔是。福建书，唔是。国术馆的嘿，内底迄个什么？嘿，什么赛啦？什么赛？人外口拢讲出来啊！敲鼓赛，棍头赛，啊，正卡！一段时间，我已经比较呢，没啦，来，今晚看者够哦，够28秒啦，嘿，够28秒哦，加油啦！好，来，第二题来哦，是，几个字？哦，5个字，5个字哦，5个字有当时较简单啦，28秒哦，来，咱车开始。好，来，第一题是餐厅的优惠优待啦，吼，优待。第二题是爱背起来，哎呀，爱背起来，健康背，哦，健康。是
是不是？甲你讲哦，你电脑较简单。是对哦，因为物件较对啊，少嘛。较尾啊，一人一组嘛。嘿，英文甲数字嘛。查甫是一，查甫是二。好来，看者。袂歹哦。再用几秒？再用7秒尔，即摆够21秒哦。够21秒加油哦！来，上尾啊一题，几个字？啊，上尾啊一题2个字。2个字，来，请开始。是，第一题是拍拳。拍拳。好。第二个食草的。食草的。食草的，佮搞拍拳。够分食草食草。三角形颠倒饼是啥物物件？跳来跳去哦。跳来跳去。跳来跳去哦。啊，佮来超拔来，跳来跳去。啊，正确。袂歹袂歹，在草稿。草咩啊？是，好来，咱即摆看者后壁的秒数。是4.3秒。这有4000块。好，嘛是同款，今日去颁奖。好，来今日颁奖。是奖金4000块啦。啊，还有金牌一个。恭喜你，你会当来红赛啊啦！系啊！今日要谢谢咱的郭文老师，感谢咱辛苦王秀荣王老师，感谢。再见，有机会讲台语提8班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学仔足紧就来啊！爱过来哦，高雄爱过来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感谢，谢谢草莓妈妈。